乡亲啊，继续来讲这个南韩，为这个月开始开放台湾民众会当申请观光签证到南韩来游览。韩国的观光公社今仔日嘛来发出着疫情后第一张台湾人第一期的观光签证，是一个黄小姐来抢着头香。伊讲伊后礼拜就要去南韩自由行。啊，讲目前要申请南韩的观光签证已经排到7月26了，即摆才要去申请者，就要等到8月了。另外，这个旅游平台上新的调查，民众上想要去佚佗的国家，也是日本排第一，再来是韩国、泰国加中国。一年会去2到3次，那可能是旅游，可能是看演唱会。逛街啊、吃东西，然后跟韩国的朋友见面。总算摕到韩国签证的黄小姐，伫韩国宣布6月开始开放台湾人申请观光签证了后，就赶紧冲去办，佮顺利抢到头期。是台湾头一回摕到签证的民众，伊个后礼拜四特别去韩国自由行。出国就会当就是一个放松的行程，但可能在台湾就会比较压抑一些，我觉得。真侪民众拢想要出国，不过未来团费可能要准备愈侪预算。亲像黄小姐本来小月敢若万通啊，就当买到机票，即马变做16000左右。倒来台湾了后，爱3+4机加隔离，敢会当甲年假摕来赌。不过申请韩国观光签证的人嘛是请甲抓袂掉。 실제로 방한관광 비자 신청 현황을 보면 이미 7월 26일까지 예약이 마감되는 등 뜨거운 열기를 확인할 수 있습니다. 入境来到台湾，放令变做3+4，加上国外小耍开放边境，嘛有想要出国的观光客心内拢真鸟。只要哪一个国家宣布解封，或者是宣布开放旅游签证，对应的产品的搜寻在平台上面都会有显著的成长。根据旅游平台调查，民众上想要去耍的国家，冠军也是日本。 可来分别是韩国、泰国、中国，另外欧美国家嘛排着顶。上阵一波胜利，旅行社嘛开始规划行程，就是希望会当紧恢复观光商机。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